Hello， 黃仔，聽講你啱啱做完訪問喎。係啊，電視台嚟訪問我哋呢間百年老字號，我梗係要揾埋我最尊敬嘅鄭林姨姨一齊上鏡啦。對我嚟講，佢直情係公司最重要嘅資產。鄭林姨姨確實係公司好重要嘅人，但要留意，員工始終唔可以被企業控制或擁有，所以唔符合資產嘅定義。大家仲記唔記得第一課會計導論講過，資產係指企業所控制嘅經濟資源，並且預期可以帶嚟未來嘅經濟效益。雖然人力資源好寶貴，但喺會計上唔可以計入資產。今次再深入啲，資產仲可以分為兩大類：非流動資產同流動資產。非流動資產係指啲長期會喺公司內使用嘅資產，例如家具、機器、設備等。呢啲資產嘅使用年限通常超過1年，並且喺買返嚟嗰陣時已經諗定係用嚟支持業務運作，而唔係為咗短期轉售賺錢。至於流動資產，就係啲短期內可以轉換為現金嘅資產，例如存貨、應收貨款、銀行存款等等。呢啲資產通常係為咗短期內轉售或者實現收益，用嚟幫助企業維持日常營運。簡單嚟講，非流動資產係用嚟生財，而流動資產係用嚟還債或者變現。既然講起資產，就順便講埋負債。負債係由第三者提供嘅經濟資源，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睇，就係企業需要償還嘅錢或者承擔嘅財務義務。負債可以分為兩類：非流動負債同流動負債。非流動負債係指還款期限超過1年嘅債務，例如長期貸款同債券。如果冇特別列明到期日，就假設還款期限超過1年。畢竟借錢俾人，冇理由聽日就要還，1年內還都未必合理啦。至於流動負債，還款期限通常係1年內，例如應付貨款同短期貸款。呢啲通常係短期債項，係企業日常營運中需要快速處理嘅財務義務。所以判斷負債係非流動定流動，關鍵係還款期限喺1年內定係超過1年。同學仔，呢個例子入邊有一個比較容易出錯嘅地方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啊！而家呢筆3年期銀行貸款喺20X2年5月1號借入，因為還款期超過1年，所以借入當初屬於非流動負債。但去到20X4年12月31號財務狀況表日，呢筆貸款已經係20X5年4月30號到期，即係仲剩低唔夠1年就要還款啦。所以呢一筆貸款喺結算日就要由非流動負債轉為流動負債。記住啊，呢啲貸款分類係根據還款期嘅長短嚟判斷，唔係根據當初借貸嘅年期。喺考試或者做題目嘅時候，一定要睇清楚還款期限幾時到期，唔好一時大意錯晒分類。而家俾1分鐘大家將以下項目分類為非流動資產、流動資產、非流動負債或流動負債。都係嗰句，生財嗰啲就係非流動資產，用嚟轉售
或者可以變現嘅，就係流動資產。要留意投資可以分為兩類，長期投資係為咗實現長期收益，唔會喺短期內出售圖利，所以屬於非流動資產，例如投資物業、長期債券。而短期投資通常計劃喺1年內出售或者變現，例如股票買賣同外幣，屬於流動資產。對於應付貨款，大家試諗下，個供應商會唔會俾你賒貨1年後先還錢？所以梗係屬於流動負債。貸款如果冇到期日，一般視為非流動負債，所以銀行貸款通常係咁。而利君貸款嘅還款期短過1年，所以屬於流動負債。第一部分講咗資產同負債嘅分類，下一部分我哋會講解財務狀況表嘅格式。下次見，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